三甲来共读圣经，圣经记载伫箴言第4章18节到27节。圣经记载伫箴言第4章18节到27节。现代中文译本是812页，台语汉字版是695页。然后我用台语汉字版来读。独独义人的路，亲像透早光，愈照愈光，到日中昼。歹人的路，亲像黑暗，因着当毋知什么缘故。我的囝，着注意听我的话，按耳孔听我所讲的，毋通互伊离开你的目睭，着记得伫你的心内，因为找着伊的人，就得着活命。佮同身躯得着勇健，你着尽力保守你的心，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你的喙着拄起邪僻，你的喙唇着离开刑恶，你的目睭着看直直，你的目睭着看头前，着修平你的骹的路，着坚固你拢总的路途，毋通偏左偏右，着互你的骹离开歹。以上下面的信息是智慧生命之道，咱请许牧师。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咱领受上帝的信息进前，咱同齐来祈祷。主，阮感谢你，因为你互阮伫台湾伫几日前有经过一个风台，总是阮感谢你保守阮即块土地无受到真大的灾害。反倒等你也赏赐阮有够额的雨水。主，通过安尼，这也亲像阮人生的经验，阮常常会拄着艰苦恶担当的代志，总是主你拢三角伫地陪伴。压榨保护，也互阮伫遮个代志的后面，阮经验着你搁较大的恩典甲祝福。主伫即个时阵，阮欢喜会当搁一遍来到伫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领受你的话语。主也求你将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内，开阮的目睭，看出你话语中的奥妙，也互阮有得到智慧的心，会当甲你搁较瓦近。愿安尼祈祷是我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咱教会共同的读经表，但已经读到伫箴言。真侪人喜意读箴言，因为伫内面有侪关系智慧的话。事实上，毋是伫箴言那定，伫旧约圣经内面也有传道书、约伯记。拢是归类叫做智慧文学，这拢是属于犹太人的智慧的传统。伫遮个智慧文学的内面所讲的，较无亲像是希腊哲学迄款心智的锻炼甲活动，也毋是咱抓准迄种的 IQ 智商，也是聪明。犹太人所讲的智慧。较俗是对伫代志本质会当了解，佫会当实际运用伫生活内面一种技巧或者是态度。简单来讲，就是通过智慧的学习，甲得到，互人会当伫生活内面得到成功幸福。也就是讲，智慧是一种互人会当伫身心灵拢会当得到。幸福甲平安的秘诀。咱若是读箴言，传统上咱拢认为所罗门王就是箴言的作者，因为所罗门伊是公认世界上上有智慧的人。圣经有记载伊捌向上帝来求智慧，上帝就应允伊所求的，赏赐予伊有智慧。毋仅是安尼。上帝也阁赏赐予伊所无求的，就是荣华富贵、财富、名声遮个。
咱若是看列王记上卷3章第9节，所罗门伊对着上帝祈祷的内容安尼讲：求你赏赐你的奴仆智慧的心，通判断你的百姓，来分别好歹。咱看伊的智慧是属于分辨的智慧，就是会当分别是非，会当分别是非，确实是真重要。对上顶悬到伫一个统治者、一个国王，对下面到伫咱一般的人，拢爱会当有分辨是非的智慧。有一个小明的故事，是安尼讲：小明伊后来读到伫高中，但是伊的功课犹原是无啥甲偌好，甚至有落级的危险。老师就替伊想特别互伊有一个机会来补课。嘛惊迄小明伊袂晓回答问题，就搁互伊恩典讲，你会当早册，互你 open book。到伫分考试单的时，老师搁特别甲交代讲，你会当看册无要紧这答案拢伫册内底你会当尽量显册，但是你要注意千万毋通搁写毋对去。结果考试结果，小明还是考无好，伊的父母就想无你著是 open book 会当看册，哪会阁考无好？小明讲，因为老师讲袂当写毋对不能写错这是是非题，所以我拢甲写圈，拢甲写对。所以一个人，伊是毋是会当分辨是非、善恶、好歹、对毋对，非常重要。特别咱讲人生就亲像是一条的道路，你有智慧才会当做正确的选择。咱若行出去，咱拢知红灯就袂当行，青灯就会当行。敢有人伊袂晓分辨红灯、青灯？有色盲，也是讲咱讲盲朋友也是视障，但是伫台北市嘛袂歹佫有迄款会当饲会当帮才会看无的人会当听迄个声看是迄落蟋蟀的声，还是迄落啥物声，你就知影讲倒一个方向会当行。所以一个人伊会当做正确的选择，非常的重要。伫箴言内面，就是咧教人爱怎样做正确的选择，就是有遮个主题讲到怎样会当得到幸福的人生，就是会当有即个生活的智慧。亲像一个人要讲话，就是伊的喙所讲的言语真重要。伫箴言内面有侪关系遮个言语的运用，亲像25章11节讲话合宜，亲像金的苹果放伫银盘内底，即句话咱常常听到。也是15章第2节讲，智慧的人的舌咬讲知识，戆人的喙吐出牛語。所以一个人伊所讲出就会当知影讲，你是有智慧的人，还是普通人、牛戆的人。所以讲话真重要。总是若是毋知影要讲啥物的时阵，要安怎咧？上好，伊讲就是莫讲较好。所以伫10章19节讲，交话难免有过失，约束喙齿才是长命。17章28节讲，戆人若点点，嘛算做巧；无开喙，嘛算做长命。所以讲话是真重要的一项代志咱嘛是需要来学习。搁来，一个有智慧的人，伊嘛爱会当来离开遮个诱惑。有啥物款的诱惑？头一项常常咧出现，就是遮个讲无正常男女关系、性的关系诱惑。特别伫第5节到第7节有真生动的描写。事实上，咱嘛知，毋是干那少年人才会受到遮个诱惑，年纪大的嘛是有可能，嘛毋是查甫人才会受到诱惑。事实上，女性嘛会受到遮个诱惑。所以，若是人拢有可能，因为无细致，因为一时失措，致到身败名裂。
一个智慧的人，咱讲爱会当离开有形，伫真言佫定定出现一种的有形，就是啉酒的有形。总是他拄仔讲到迄个家庭，智慧的人伊嘛会当看到家庭的价值，亲像夫妻的关系，特别是好的太太，第18章也讲到，娶到好某是福气，是主的恩赐。最后31章。最后一章佫讲到在德的负责人，所以这就是一个智慧的人，伊应该有的价值观，就是重视家庭甲厝内人的关系。咱头拄仔讲，一个智慧的人爱离开即个啉酒的诱惑。第21章第1节伫遐讲，无酒互人放纵，交酒互人发狂，因为酒来迷失是无智慧。伫遮毋是讲人着袂当啉酒吼，毋是是讲毋通伤过头啉酒。因为耶稣伊嘛是捌福音书记载变水成做酒，特别伫迄个婚姻的宴席中间，因为酒代表欢喜，代表快乐，总是人着爱有准则、有节制，毋通因为伤过头啉酒。所以就抵到真侪无好的代志来发生。除了遮个，伫箴言内面还有一寡主题是关系到一个人怎样会当得到幸福。亲像喜乐，咱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欢喜的心是好的药，也是甲人爱有和睦、好的人际关系。过来，伊嘛讲到朋友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好的朋友，伫遮个主题内面，拢会当帮助人来怎样来得到幸福、成功的人生。所以伫箴言内面会当讲，真侪遮个字句拢是真好，拢通值得咱来学习。咱讲犹太人因的智慧，毋是干那伫头壳或者是思想，常时也甲实践有关系。也就是讲，一个有智慧的人，也应该爱有骨力，爱有拍拼即款的态度。所以伫箴言内面，也有真侪所在提醒人，着爱骨力，着爱拍拼。常时伊也用一种趣味、用诙谐、幽默的态度来消遣遮个贫惰的人，也提醒咱，毋通因为贫惰，成做互人消遣的对象。爱骨力，当然也爱有工作，所以工作嘛是真重要。有一个故事是讲，有一个人，伊死了后，到伫一个真水的所在，伫遐伊目睭所看到的，拢是伊一生所想要得到，或者是荣华富贵，也是各种的享受。有一个穿白衫的人，就来到伫伊的身躯边，就甲伊讲：当你伫遮，你有权利会当得到你所想要爱任何的物件，以及所有的享受。这个人就真欢喜，所以伊伫遐尽量来享受伊平常时所无法度享受、所无法度得到的物件。咱所想会到，毋管是跑车，毋管是豪宅，毋管是美酒，毋管是啥物，伊拢伫遐尽量来享受。但是过一段时间，伊开始感觉无趣味啊，伊开始闲啊，伊就去找迄个穿白衫的人讲：当我想要做的代志，我拢已经做啊，我即马干那一项代志想要做哪定，我想要爱工作，因为我爱有工作，互我家己感觉讲是一个有路用的人。即个穿白衫的人就甲伊回答讲：真实的。当我伫遮唯一无法度提供你的，就是工作，遮无有工作通互你做。即个人就真懊恼、真生气，伫遐讲：安尼嘛伤过凄惨啊！我甘愿到伫地狱去，我嘛无爱伫遮互即款无聊的生活来捆绑。即个穿白衫的人就活过去，然后甲讲。无你即马抓准你伫倒位？意思是讲，其实伊已经是到伫地狱，伫地狱无有工作通互伊做。
咱看全世界的经济，毋管是伫希腊的经济，或者是逐所在的经济，真普遍无好的时阵，也真侪人失业。咱嘛看到对伫遮的失业的人，或者是放无薪假的人来讲，检在因的生活也亲像是伫地狱共款，因为因无有法度有经济收入是一项，搁再来，咱嘛知工作会当互一个人有肯定，会当互一个人的生活会当真充实。所以咱嘛爱常常为着遮个无法度找到工作的人，特别是遮个一踏出学校的门，毋管是大学毕业，或者是硕士、博士毕业。抑阁无法度找到工作，或者是少年人来祈祷。犹太人因真早就知影，一个人着爱有工作，着爱有拍拼，阁爱有重视家庭，阁会当来离开遮个诱惑。那呢，伊的人生才是成功，才是彩色，才是有愿望。然后上好，阁会当有上帝的祝福。那呢，伊真容易就是一个好业的人，所以咱伫经言内面也看到，作者常常提到伫钱财、财富。虽然伊讲智慧是上重要，智慧赢过黄金、珍珠。相是一方面，伊抑阁应允，才会有智慧的人，才会好人，才会义人、正直的人会当得到财富。所以伫遮，咱嘛会当看到。伫某一种的程度，嘛会当解说是安怎犹太人真敖趁钱。当然，这是一种检采是刻板印象。犹太人甲金钱常常是去互连做伙。确实，犹太人也真正敖趁钱，因为咱若是去册房会当找到真侪即款的册。犹太人要安怎趁钱？即款的册，嘛真侪人。嘛真有兴趣，检采遮个钱也最后拢是去互即个出版商卖册的人趁去。总是毋管怎样，咱知影，因毋是干那敖趁钱，因毋是干那有钱财好业若定。犹太人因阁知影怎样来运用遮个金钱，特别因知影钱着爱流通，钱毋是囥喺落地啊，囥喺银行。甲欠起来若定，因为咱知，若是欠起来，最后拢是别人在替你开，所以因袂诚侪迄款守财奴敢若有金钱，但是啥物拢袂晓，毋是，因会晓用钱来享受生活，搁较重要，因嘛会当去做即个慈善的工作，这就是犹太人人生观甲教育。咱知影。上好业的巴菲特，伊就是犹太人。巴菲特伊个影响比尔盖茨，比尔盖茨嘛愿意将伊的财富拢献出来，敢若留小可互伊的囝儿。当然，伊的小可对伫咱来讲嘛是真济。总是比尔盖茨嘛，佫影响一寡日本人、中国人，甚至到伫沙特阿拉伯。会好业啦，所以意思是，咱看到伫遮个犹太人因的智慧的传统的内底，有正确的金钱观，伊嘛会注重社会的福利。伫最近这段时间，咱的社会拢在关心遮个八仙乐园、遮个受伤的遮个少年人的情形。当然，咱教会。嘛有法动，咱会当来捐钱，咱嘛会当来为因祈祷。总是咱会当替因做有缘是有限。不过咱看到昨昏有一个新闻，讲到有一个企业，即个企业伊愿意，其实因已经有募款啦。除了遮个以外，因阁愿意提供30个工作机会，互遮个少年人。30个检采对伫遮个500外个受伤的人来讲，无算啥物。总是
即个企业伊嘛毋是特别大间的企业，甚至一个企业伊每一年会当新进的人员嘛是有限，总是伊愿意就提供30个即款的工作机会。检采咱台湾或者的中小企业或者是超级的企业，若是有愿意提供遮个工作机会，或者少年人，遮少年人当然头一关因爱面对遮个生死的关头，了搁爱复健。当因离开病院，转到伫厝内，转到伫社会，检采爱搁忍受身躯的无方便，以及遮个换皮肤的手术，也是面对别人真特别的眼光。检采因的人生也开始感觉失望失志。总是若是会当互因有工作的机会，因的人生就会当有希望。所以咱对伫遮个愿意有工作机会的遮个企业，咱也应该替因来鼓励，也为因祝福。咱嘛想到旧年伫高雄即个气爆的事件，咱台湾嘛有一个企业，伊毋是干那捐钱，伊搁派一队的人专门去遐，要来帮助遮个受灾的遮个百姓，也真正互因的生活得到改善。我想遮个企业拢是值得咱来学乐，也值得咱来为因祝福。检采因的头家无一定是基督徒，嘛无一定有读过圣经，无一定读过智慧文学，总是这嘛是上帝放伫因心内一种良心甲智慧，互因会当来运用因所得到的，互人有工作机会，嘛会当对社会有利益。伫遮咱拄则所讲的箴言的内容，咱讲会当互人得到成功。这是属于生活的智慧，互人会当享受幸福的人生。总是咱爱知，上帝所要互人的，毋是干那安尼那定，毋是干那生活的智慧那定，是搁互咱有生命的智慧，就是互咱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丰盛的生命。这是啥物意思呢？咱要将咱的即个时间又转去到伫创世纪，上帝拄啊创造世间的时阵，咱来看，伫爱甸乐园，伫遐人类还未有犯罪进前的情景。咱若是看创世纪第2章第8节、第9节记载，伫爱甸乐园有侪的树，结果子的树，总是有2丛非常的特别，是啥物？就是赏赐活命的树，甲互人有智慧，就是会当分别好歹的树。但是咱嘛看到，上帝禁止人食的是啥物？分别好歹的树的果子，吼！上帝并无禁止人食生命的树哦，的果子，是安怎会安尼？这是真趣味的一个代志，咱会当来想。但是今仔日毋是要甲咱讲即个代志。简单来讲，其实上帝本来就是要互人活命，对无？伊用伊的气分入伫人的鼻孔，人就活命，诚侪有灵的活人。上帝甲人嘛有真好的关系，人类甲上帝就亲像上帝的囝儿共款，也是亲像朋友共款。上帝的生命甲咱人的生命是相结的，总是上帝通过即个禁止的命令讲，袂当食分别善恶果子，伫遮要互人一个考验，伊要考验人啥物？是毋是有顺服？是毋是有听趁上帝的命令？后来咱知伫爱甸乐园的故事的发展。就亲像圣经所记载，亚当夏娃因受到撒旦的诱惑，因就伫遐来食上帝禁止袂当食即个分别好歹的树的果子。了后，人敢有真正会当分别好歹？
有无？人敢会当分别好歹？敢若会吼至少咱嘛知影物件歹去你袂当食，对无？你嘛知影即个青顶着袂当会当行，红顶着袂当行，对无？咱嘛是有一寡财物，但是咱嘛好亲像看到人类的社会嘛无完全会当分别好歹。若无即个世界早着非常的好势，真和谐，真和平。所以人有缘无法度真正来分别好歹，这是啥物意思？今仔日人若是无顺服上帝，无敬畏上帝，就算人食分别好歹的即个果子，有缘对咱的智慧无帮助，因为人所得到结果只是一种财物啦，定，毋是真正的智慧。因为上帝才是真正智慧的源头，生命的源头。人若无顺服上帝，人的生命嘛甲上帝来隔离。咱搁看，咱拄仔有讲所罗门，咱看即位所罗门王的情形是安怎？当然，上帝有赏赐，互伊有智慧，互伊有荣华富贵，互伊有钱财。总是上帝嘛讲，你若行我的道路，守我的律例，甲我的诫命，学你的老爸大卫所行的，我就要互你长岁寿。长岁寿就是生命。上帝是生命的源头。咱看所罗门，伊晚年的时阵，伊年老的时阵，伊离开上帝，伊无有专心敬拜上帝，直到国家动乱，甚至伊过身的时阵，国家就分裂，后来就被消灭。所以咱看到，就算伊活地时，伊会当享受智慧带来的好处，总是伊的生命有缘是空虚。所以伊伫传道书内面，伊敢若会当讲：空虚，空虚，人生拢是空虚。咱搁看圣经来到伫新约的时代，伫新约圣经，咱会当看到一位有真正智慧的人是啥物人？就是耶稣。因为耶稣是上帝道成肉身，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为。上帝道成肉身，人的款式就是耶稣伫咱的中间。伫耶稣虽然伊是一位有火、有目屎的老倌，甲咱共款，佫会腹肚枵的野生，甚至有脾气的一个人，总是伫耶稣内面有缘有上帝的神性，所以耶稣伊有缘有上帝迄款无限的智慧。咱伫福音书内面看到主耶稣伊的言语，伊所讲的话，伊的应答，拢非常有智慧，敢毋是？圣经嘛安尼描写讲，伊对人性的了解。约翰福音第2章24节、25节讲，因为伊了解所有的人，关系人的代志，伊无需要人甲伊证明，因为伊真正了解人的内心。对人的人性有真正的了解，就有智慧。所罗门，咱看伊所判断迄个第一个案件，两个妇人人咧抢一个婴仔，咱知所罗门甲即个问题解决，因为伊了解人的人性，伊知影迄个真正的老母的确毋甘伊的囡仔去互人破做两边。主耶稣伊嘛是了解人的人性，所以咱会当伫主耶稣内面看到伊有真正的智慧。总是主耶稣伊毋是干那有智慧那定，搁较重要是伊完全顺服上帝的旨意。完全顺服上帝的旨意，佮顺服到伫死，佮死伫十字架顶。主耶稣伫客西马尼园的祈祷，咱的礼拜堂上头前放即个话，即个图像，伫遮互咱提醒，主耶稣伫祈祷的时，伊安怎祈祷讲主啊，若是你愿意，求你叫即个杯苦杯离开我。总是照你的意思，
毋是照我的意思。伫遮嘛有咱一个反省，咱基督徒，咱伫祈祷的时，咱较济是照咱的意思，还是照上帝的意思？咱常常一开喙就甲上帝祈祷讲：上帝，求你怎样？求你安怎？我要为我的厝内人祈祷，求你帮助我安怎？咱拢甲上帝讲：上帝，你敢有咧听我的祈祷？总是咱心事也有照耶稣的祈祷的款式，咱顺服伫上帝的旨意，因为主耶稣伊顺服的款式，上帝就互伊有活命，互伊阁活上天，阁坐伫天顶，担伫遐真侪万王的王。真侪万主的主，阁因为安尼，咱才会当来grund地伊，就亲像拄则男声合唱团所吟的诗歌，来grund地我。主耶稣伊也呼吁咱来grund地伊，咱来grund地伊就是安怎？伊讲人若要grund地我，就看无家己，举伊的十字架来grund地我。当咱看无家己的时阵，咱就是在顺服，咱就是将咱的性命交托伫主。今仔日咱有即个福气，咱嘛是拢是有智慧的人，咱坐伫遮，咱就是心生会当得到即款的智慧，咱就是心生要得到永远丰盛的活命。所以伫遮，咱爱知上帝通过圣经，通过真言智慧文学。伊欢喜，互咱伫生活顶面来领受伊的祝福，伊也互咱有分别好歹即款的智慧。总是搁较重要，咱来顺服。今仔日真侪人，伊知影青顶会当行，红顶袂当行，但是咱嘛看到，嘛有人红顶继续行，因为伊无法度顺服伫伊的财物。伫伊所认知的即款的规则，今仔日咱的人生嘛是共款。上帝互咱有智慧，搁较重要，伊也通过所教示咱的话，互咱爱当来顺服。那呢，咱的智慧对咱就有帮助，互咱伫生活顶面，互咱伫生命顶面，拢会当得到上帝的祝福甲稳定。愿咱会当学习，亲像耶稣共款，也愿咱的生命会当有顺服的生命，互咱领受上帝所赏赐互咱真正的智慧，当心来祈祷。主，愿感谢你的恩典疼痛，你互阮真侪你的囝儿，互阮会当领受你所互阮逐项的好。总是阮伫即个世间，阮有缘会拄着艰苦。拄着阮所无欢喜接受遮个代志，总是主你也教示阮，万项事拢是对疼上帝的人有利的。你互阮通过圣神的引带，互阮真侪属灵的人，互阮有智慧，会当看透世间的万项事。也求你互阮拄着遮个逐项的代志的时阵，互阮有气力，会当来赢过；，佮互阮有智慧，会当怎样来去面对；，也互阮有智慧的言语，会当来去祝福别人，互人因为阮所行做，来得到你的祝福；，互人互你来吸引，来认捌你，也互因会当得到活命的智慧。主，阮感谢你，阮将这个交托伫你的手中，愿安尼祈祷，我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